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即马要开始进入咱的主日礼拜，请将恁的手机关机，也是开做震动，以免影响咱礼拜的进行。今仔日咱来到主的殿院，满心欢喜来学乐敬拜伊。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中保养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着夸耀伊的圣名。愿追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咱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38首，圣诗38首，学乐全能的主上帝，咱起立吟全首。一切。
请坐。即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阮伫天地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万项事你拢有看见，有听见。愿要学了你的名，你的国度、权能、甲人光遍满全地。你的慈爱、信实，线到永远。爸啊，阮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充满罪恶，时常犯错离开你，亲像迷路的羊。总是你捌阮，无放杀阮。当阮过头相信家己的聪明，放纵家己的私欲，离开你圣洁的路。应该做的无去做，无应该做的颠倒去做。主啊，求你怜悯阮这可怜的罪人，求你帮助阮，开阮的心，互阮有受教的灵，伫世世间活出你圣洁的旨意。亲爱的主，这礼拜是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主愿感谢你设立台湾神学院。伫当中培养了侪侪为主尽心尽力的牧者，求圣神继续引带，供应神学院的需要，互台湾神学院会当继续培养合你心意的老母，为主做见证，来归荣光互你。主上帝，恳求你开阮的目睭甲耳孔，接到林伯修老师的分享，互阮会当明白你所启示的真理。求你亲自引带阮，愿阮的嘴所讲合你的旨意，愿阮的心所想的会当得到你的交代。亲爱的主，感谢你爱意听阮的祈祷，即时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来启用启尔文第59篇，启尔文第59篇也是罗马书第10章。启尔文伫圣诗的后壁面，伫1105页、1105页，显着咱三角来启用。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国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先信，就得到称义；随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抵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尼啊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坦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
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检真者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这时咱同齐来领受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新约提摩太后书第3章14节，甲第4章第5节。现着我来读。第3章第14节，总是你着持守所学习、所亲信的道理，因为你知这个是对啥物人学习的。你嘛知，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通通过信耶稣基督得到拯救。全部的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读者、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互服侍上帝的人装备好势，通做逐项好事。第4章第1节。伫上帝家己要审判所有的活人甲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搁因为基督要显现来做王，我心中吩咐你，着传道理，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拢着坚持去传，着用上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督责、鼓励，因为时机得要到。迄时，人听袂落健全的教示，耳康毋听真理，反倒趁家己的私欲，耳康上，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教伊听无影者的传说。总是你凡事着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者的工作，尽力做上帝采用的本分。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遮安尼行的人。转来教会时班要带咱来学乐，因要吟的诗歌是“我靠伊就免烦恼”。
这是虽然要请林波小老师来正道，伊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卡玛人生。牧师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我是台湾新航医道学硕士2年级的学生林博修，今仔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互学校派来咱教会来做分享伫咱领受信息的大声，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就亲像拄仔诗班所吟的，阮要用满心的喜乐来到你的面前。阮要来学了你，主啊，阮嘛要透过今仔日对你的敬拜来领受主你要互阮的信息。主啊，阮恳求你，互阮每一个人伫跑走你所想事的人生中间，阮来体会主你安怎伫阮头前陪伴，迄水的脚趾的脚步，互阮会当来跟对你。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敢会感觉真好奇吼？今仔日题目中的这个卡嘛是啥物意思？原本我的题目伫华语的题目叫做《基督徒的逗号人生》。毋过我毋知影逗号的台语要安怎念啦吼，所以我就去问我的白话字老师，伊甲我讲吼，迄个逗号吼没有台语，无台语啦吼，就用迄个英文音嘛吼，叫做卡嘛。就甲，所以就直接安尼翻译讲，今仔日的题目叫做基督徒的卡嘛人生。前一阵仔我有熟悉一位妇女，伊有一个专业，伊就是足够杀沙巴鱼，伊是一个卖沙巴鱼的吼。咱知影讲沙巴鱼有人爱食无？可能嘛有人无爱食对无？为虾米？因为饲足济吼，根据迄研究吼，一尾沙巴鱼吼有222只饲啦。咱会晓食，可能毋知影迄鱼饲有遐尼济吼。这位负责人，伊伫菜市仔内底杀沙巴鱼，伊就是虱目鱼专卖店啊吼，规担拢咧卖沙巴鱼。伊有个人就要求爱买，伊讲要卖鱼头，要买鱼头。所以伊爱剁鱼头，有人讲爱食鱼肚，佮无爱挂刺的，所以伊嘛真够撩迄个鱼巴肚，佮甲刺拢穿真生气。毋过伊并毋知影沙巴鱼有遮尔济个饲啦吼，所以伊有一届伫教会，伊是一个慕道友目前伫台南的一间教会咧聚会。伊甲我分享，伊讲伊并毋知影沙巴鱼有遮济支持，毋过，伊透过即个奇妙的数字，伊讲这是毋是上帝的创造？是啊，敢毋是？咱世间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包括沙巴鱼。伊也对安尼开始认捌伊的即个专业。嘛是上帝所赏赐伊的一个技能，所以伊就安尼对安尼来更加会当来认捌即位创造的主，也是阮互伊有即个技能会当来不只是认识他自己的基督徒的即个本分，也知影这是一个恩赐，所以咱会通讲。这位负责人当地经历伊的基督徒的卡嘛人生。今仔日咱要对人生行到路尾的保罗，写批互定得热心服侍的提摩太。提摩太后书也当讲是保罗人生的最后一张的批信，写互伊属灵的后生提摩太。伊拄伫以弗所教会伫服侍，传统上即张批信的内容会当看作是保罗写互提摩太的遗书，所以我邀请咱做伙来想象以下的画面：伫
伫寒冷的暗暝，冷叽叽的风呼呼地吹，天顶的月亮透过竿角的窗，照伫60外岁的保罗的身上，伫地面的阴影看起来特别的稀微。保罗伫即时，互人关伫罗马的监狱内底，伊知影伊家己的时日已经无济啊，真有可能随时会互人处死。毋过，伊心内所挂念的，是伊伫远远在服侍的属灵的后生提摩太，想到目屎就流落来，所以就请关监的人送来羊皮甲纸。一字一字要写予提摩太，写出伊最后的交代甲思念。保罗也希望提摩太会当紧紧来见伊最后的一面。咱会当来回想保罗伊的信仰性命的转变，伊的过去的名叫做扫罗，是一位亵渎基督徒的暴力的人物。迫害教会，甲基督的信仰对立。伊捌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家己讲家己是罪人中的第一歹的。毋过，当扫罗甲主耶稣相拄了后，伊的性命产生真大的改变，伊的性命就有大翻头。伊伫基督耶稣的听内底来反悔。就是 U-turn， 伊的名就来改做是保罗，而且呢，伊领受传福音的使命，伫《使徒行传》内底记载伊3摆的旅行报道，为着就是要将耶稣基督的听甲救恩传予遐未信的人，邀请因也来悔改，归入耶稣基督，通来享受听甲恩典。保罗对还未得救的性命中间，甲耶稣来相拄，伊的性命产生了分号。对迄时，伊的信仰性命就无搁甲过去共款，开始有圣神的引带，接续伫伊的性命当中来宣扬福音使命的坎仔人生。《使徒行传》第16章第1节有记载，有一位妇人人幼年基是一位信主的犹太妇人人，住伫罗西德，有一个囝，伊的名叫做提摩太。幼年基嫁予一个希腊人，毋过历史并无记载这位希腊人的代志。幼年基甲伊的老母罗伊带做伙来养饲提摩太，有罗伊外妈会斗相共，互即对母仔囝的生活有力量，甲有愿望。圣经并无甲咱讲是甚物人对罗伊甲幼年基来传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毋过，当因得到即个宝贵的福音了后，我相信。因就开始用真理来领受恩典，来过每一天的日子，而且，互信仰的生活伫生命的每一个所在会当来落实。提摩太甲母亲伫外妈的照顾，伊会当来认捌真理，信心得到坚固。伫充满真理甲听的环境中来成长，所以保罗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安尼讲：我会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基先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保罗伫今仔经文第3章14节到15节安尼提醒提摩太，总是你着持守所学习。所亲信的道理，因为你知这是甚物人，你是对甚物人来学习的。你嘛知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这个圣经会互你有智慧，通过信耶稣基督得到拯救。
所以提摩太对细汉的时阵，就来伫基督化的家庭来成长，有好的品格甲信仰，受到保罗的邀请，成做伊属灵的后生，来率接提摩太受托、受差派到侪侪所在来传福音。咱也当讲，提摩太也伫咧实践伊基督徒的卡嘛人生。伫今日的经文的背景是提摩太互保罗派去以弗所，处理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危机。基督信仰伫以弗所教会已经传到第二代。第一代以弗所的信徒是保罗伫第二摆甲第三摆报道旅行所传的。伫第二摆报道旅行，保罗第一摆来拜访以弗所。毋过伊无伫遐留真久的时间，留一对翁仔某巴古拉甲阿古拉，巴基拉甲阿古拉做信仰培育的工作。第三摆的报道旅行，保罗是第二摆来拜访，结果伫以弗所留差不多2年半的时间，来进行信仰的教导。当提摩太去互派到以弗所教会做信徒代表的时阵，已经是保罗第一摆去以弗所教会12年了后的代志。经过12年的时间，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已经野信遐个整全的教导，开始照家己的心意加添真侪的教师，而且无欢喜来听真理，发顿介意听遐个无影无食的传说。无怪有人讲，信仰是1代清，2代明，3代无，4代无明。结果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到信仰的第2代，就已经走前去啊。保罗爱提摩太去纠正教会所出现这假教师甲真侪错误教导的问题。遐个人摕错误的教义来冤家，真侪凊彩乌白来的言论，造成教会甲信仰真大的伤害。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14节安尼记载，你着提醒大家，伫主的面前，命令因毋通听，毋通为着言辞争辩，安尼做无利益，会互听的人受伤害。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真要紧的一个吩咐。煞接伫16节到18节安尼讲，着闪避粗俗无路用的话，因为即款代志会互人哪无敬虔。即款的话会亲像毒疮弹开，所米乃甲腓利多嘛是即款人，因已经离开真理，佮讲佮活的代志已经过去。你到一寡人的信仰完全倒坏。亲爱兄弟，所米乃甲腓利多，真有可能嘛是第1代受到保罗所传的问道。毋过经过10几年，因已经无搁信即个真理，因已经脱离迄个真理，开始传耶稣无搁活。提摩太去到腓立比教会时阵，伊面对的就是安尼的情况。因为这个假教导进入教会，而且传耶稣基督无有搁活，这已经彻底败坏信徒的信心。这个人所传的，甲事实无共，甲福音无共，也甲主耶稣的拯救无共。保罗即马互人关伫罗马的监狱内底，伊62岁，伊知影伊的性命得要到落尾，快要画上句点。保罗要用家己的性命来全力来传道，强调耶稣基督
拯救罪人，而且要证明即个拯救的大权能，伫保罗伊家己的身上是真实的。所以保罗爱提摩太见证即个恩典，就要常常强调信心，甲无亏欠的良心。提摩太捌到哥林多教会处理真侪信仰纷争，甲提醒基督信仰的重要。所以咱知影，信仰传伫迄个时阵传了一段时间了后，真侪人因为当时的希腊、罗马的即个思想，真侪信徒就开始信仰有动摇。毋过提摩太伫哥林多教会的时阵，可能处理了无讲真好。保罗看出提摩太的个性可能较软正，也有可能因为当地的教会看提摩太较少年，来看无提摩太。其实哥林多教会一寡信徒都已经无要听保罗的即个教导啊，何况是提摩太呢？所以伫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0节到11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同工安尼讲：若是提摩太来到，恁就爱留心，叫伊伫恁遐无惊吓，因为伊温困做主的工，亲像我一样。所以无论什么人，拢袂当来看轻伊，只要送伊平安向前行，叫伊来到我遮。因为我期待伊甲其他的信徒做伙来。遮所讲的叫伊伫恁遐无惊吓，就是爱提醒提摩太，伊伫哥林多教会，也是其他所在在传福音的时阵，毋通惊吓，无有犹豫，就爱照真理来教导，讲应该讲的话。伫提摩太前书4章12节，这段圣经咱真熟，也详实是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也详实是对少年、青少年的基督徒的一个真要紧的金句。安尼讲，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来看轻，就你讲话、行做、听信、信心、纯洁，做信徒的模范啊！所以，无论对提摩太个人的教导，也是对当时教会的信徒，保罗拢在栽培年轻的提摩太，会当来成做教会下一代的接班人，来传扬信仰，来鼓励提摩太。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咱做伙来念好无？来，做伙请。着传道理，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拢着坚持去传，着用最大的耐心来教导、来劝勉、督责、鼓励。咱发现，保罗甲提摩太拢是信仰的模范，也会当讲有影响力，会当来帮助人，因忍受苦难，坚持传道，对真理凡事忍耐到底。所以，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的第1节到第3节，保罗提醒提摩太安尼讲：所以我的囝啊，你着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坚强起来。你伫真侪见证人面前，对我听到这的教示，就交托遐个忠实，嘛会牵得教示别人的人。你着做基督耶稣的精兵，甲我做伙受苦。咱看到保罗伊用伊的性命来影响提摩太的性命，将正确的信仰态度甲宣扬福音的使命来传承落去。我相信这段经文毋但影响着提摩太，也影响着
读即段经文的历代的信徒，相时也提醒你甲我，互咱会当继续跑走属伫基督徒的坎仔人生。我是第5代的基督徒，阮的家族信主了后，几代以来拢住伫高雄的仁武，而且伫仁武的德仔门教会的聚会。伫家族搬来高雄以前，阮的祖先安尼记载，阮本来是住伫台南的嘉里乡。伫台南的时阵，我的太祖叫林拓，因以前世世代代拢住伫嘉里乡的祖龙庙的坟地，伫做农的，也以祖龙庙为信仰的基地。林拓甲伊的太太拢总有7个囝，7个后生。毋过，伫短的3年来，从老4到老7，陆续因为破病还是意外来死亡。林拓甲伊的太太非常的惊吓甲痛苦，就开始四界去求神拜佛，为着是要找求平安。毋过心中的惊吓，佫一直伫个。甚至有庙公安尼讲，你村内的3个囝嘛会陆续伫某一个时间来死亡。四处拜佛来求平安，煞蛇愈问愈惊。有一天，林拓的大汉后生对残忍工作结束，要转去厝里，煞伫路上迄个砖头的大树骹，有看到一群人在组织，嘛看到一个外国人踮遐咧唱歌。伊安尼讲，伊安尼记载，迄个人唱歌是安尼唱的：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的平安。大家有听到关键字吗？现在信耶稣的平安，是不是安尼？大汉后生嘛听到啊。所以就伊听到即个诚新佫有平安的信息，伊就紧走转去厝里，甲伊的爸爸妈妈讲：咱讲有一个外国人，踮遐咧唱即条歌啦吼，听了真好奇，咱外国人来学台语安尼啦吼，这已经是第一个好奇的。第二就是讲，那会有人讲要信耶稣，耶稣毋捌听过呢吼，耶稣是啥物神啊？讲会当得平安，无咱来看卖好无？妈妈伫礼拜时阵，就带3个囝来到教会，来开始来听道理。迄当阵去到嘉里教会，在听道理的时，说啥愈听愈神奇啦吼，愈听愈有感受。迄个感受是啥物？就是平安，就是平安。过几礼拜了后，妈妈就邀请林拓爸爸做伙来教会聚会，得到教会真侪兄弟姊妹甲牧师的帮赞，为因来祈祷，因煞转心内开始无搁惊吓，开始有平安，所以因就决定要来受洗礼，全家要来信主。信主了后，有一帆风顺嘛？结果无。迄当阵即个社会环境是拢用庄仔头在做这个聚集，所以庄仔头若有啥物决议啦，还是要开会啦，拢着爱组织。即个组织的所在，就是我讲即个主龙庙即个所在，也是专庄，敢若
啉着即个家庭信主那尔，所以会引起啥物结果？就是规庄的人就来反对啉着伊即个家族，因为因讲因背教，所以这是一真严重的代志。伫迄当阵，为什么？迄当阵在农作的时候，都是全村在斗相共安尼。今仔日你若即间要收，咱就全庄去甲斗相共。明仔载若是啉着即间，因煞煞无爱去，因为因讲安怎？因背教。所以啉着规个家族无因为接受福音，规全家来受洗，而得到那个因的压力煞煞愈来愈重安尼。所以伫教会甲兄弟姊妹带到了后，建议因可能爱做一个搬线的一个动作。结果啉着就开始来搬线，对台南搬去到高雄这个所在，就伫高雄的迄个仁武有一个所在，迄个所在也未个真偏远啦吼，还没有开拓，就迄个所在叫做德安门，因为因搬去的所在的时阵，规片拢是竹林啦吼，因就开始伫遐落地生根。后来因嘛献地来成立德安门教会，阮全家就伫德安门教会来聚会。各位亲爱兄弟，啉着的家族对庙到教会，对家兄到平安，被孤立到被接纳，从旱地到水田地，因为本来伫主龙庙遐一年只有1收，后来去到德安门遐一年可以有2收到3收。对送香甲奉献，因为2收到3收会当互家里面的经济会当有较好。对动态的过程也建立上帝恩典的带领。林家的子孙为着要纪念啉着，全家归信，所以第4代就甲全家信主得救的过程来记录落来，提醒后代，阮得到上帝的救赎甲恩典，基督的信仰就爱一代搁一代传落去。基督徒的道孝的这个记号，伫林家一定爱继续传承落去。咱来看这张图，这是一个壁毯啊吼，叫做迄个壁的毯啊。伊所显示出来是头前有一个，可能是教会领袖摕一支十字架。咱会当看见这张图内底的人，拢朝向同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发现这张图内底有大人，有小孩。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内底阁有无同款种族的人。这是一个圣道相通的话。圣道相通，就是咱基督徒，毋若伫家己的人生内底来得到信仰恩情来行尔。咱是一个组织的团体，咱是一个无分肤色、无分年纪、无分种族，既然所有信主的人，拢会当来到主的面前来朝见伊。这就是信道相通，也是所有信徒的经历，共就伊信仰的坎仔人生。所以，咱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3节
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请来。互你嘛通甲阮有团契，即个团契是阮甲爸甲伊的耶稣基督中间的团契。即个圣道的相通，就是透过团契来组织。即个团契是徛伫基督救赎咱即个真理的顶面的，所以基督徒的卡嘛人生，毋若是家己的代志，这也是一个横向咱做伙来组织的代志，也是一个传承的代志。这敢是真重要的代志吗？咱伫咱的信仰团体中间，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可能咱中间嘛会有印尼姐姐嘛伫咱的中间，因甲咱斗相共，可能因甲咱的信仰无共款，但毋过咱毋是嘛有机会来甲因来传信仰的真理的机会，互咱做伙成做一个信仰的团体，成做团契，成做圣道相通，成做基督徒的卡嘛人生。各位亲爱的兄姐，伫咱已经诚侪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有经验到上帝的恩典甲慈爱，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甲怜悯，有圣神的引带甲感动，所以咱今仔日会当毋若透过咱的组织，诚侪咱的教会以外，咱嘛会当对宣教的代志来做伙来学习。感谢主，互咱教会会当来参与海外宣教的这个事工。这个事工是透过台湾神学院，透过咱的教会，透过宣教师甲册会，这四条真重要的锁仔，主要所看到因的信心，主要所看到咱的信心，咱要甲这个真个重要的信息，也要传去到遐个福音也未到的所在，所以咱的教会嘛参与伫这个中间。真正的故事也未结束，伊当要开始尔。什么意思？就亲像《使徒行传》总共有28章，啊，毋过咱即马当在写《使徒行传》的第29章。上时马介博士、马介牧师，伊随往已经离开世间，啊，毋过咱承接因遮宣教师所行过的遮个脚迹，将福音透过遮个宣教师传互咱，咱是毋是嘛爱将遮个福音的水的故事来传落去？所以它才正要开始。咱用这段圣经来做结束，就是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咱就要坚固咱家己的信心。咱做伙来读，请。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对安尼，咱来经历基督徒丰盛的卡嘛人生。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组织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啊，你伫早时安怎来呼召保罗，也互伊会当来差派提摩太，甲侪的宣教师去到地极来传福音。主啊，阮有份也通来领受即款的福音，即款的真理。主，阮三甲组织诚做团契，圣道会当相通。主，阮也恳求你，互阮有使命，继续来将福音搁较传出去，
互阮会当来经历主你丰盛的恩典甲疼痛，互阮会当继续来跑走基督徒的坎仔人生。愿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佮即摆今仔日真感谢牧师甲咱教会会当，互我有机会代表台湾神学院来大家来请安，而且来分享信息。台湾神学院是马偕博士所设立的。马偕到淡水上岸了后，就开始甲遮饲牛的囡仔来学台湾话。3个月了后，伊就开始会当用台语来报道啊，栽培训练台湾本地的信徒。拄开始，马偕带着学生哪传福音，哪教导学生。以天地为教室，所以迄当阵的神学院并无真正的教室，所以迄当阵的神学院叫做逍遥学院。到2023年，也今年马偕博士来到北台湾已经151年，也就是台湾神学院已经创校151年。105年来，台湾神学院栽培真侪为主做工的传道人甲工作者，到台湾各所在来设立教会，牧养信徒，才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广传。咱会当讲，台湾神学院也持续在谱写卡嘛这个记号，照着上帝的呼召，圣神不断感动侪新学生受装备进入世界来传福音。有一个最新的消息，阮校长伫顶礼拜阮的大礼拜内底，安尼来宣布讲，伊讲未来10年，咱长老教会可能有430位的牧师会来退休。这什么意思？就是这10年了后，上无有430间的教会需要牧师，需要传道人。所以不管是台湾神学院还是台南神学院、玉山神学院，这拢是互咱一个记号，就是咱的神学教育就爱对即马就开始来栽培。所以伫11月4号，伫台北的文都营，台北在荣兴教会所举办的门徒营，有170个青少年来参加。伫昨暗，伫高雄的门徒营，阮伫个右昌敬拜中心，嘛有160人去参加。咱就要为着这些年轻的性命，因的牛逼来祈祷，互因会当受到上帝的呼召，来承接这个福音的使命，会当到教会，也是到海外来继续福音的事工。今仔日台湾神学院有准备一段影片，请咱做伙来看。若毋是150多年前马偕牧师的设立，吴伟仁甲孙雅国校长的继续规划。咱即时袂伫遮看到学生拍拼读册甲研究。若毋是学生毕业了后伫教会服侍，教会伫即块土地的见证可能也无共款。若毋是老师愿意认真教示甲影响，这学生就无法度受到完整的神学教育。问题不在听众，问题是在我们讲的讯息，给的讯息可能不够清楚。好，所以呢，有为了讲道者帮助你。神学院的教室是现在学生未来的教会牧师学习的机会。每一摆上课，也是老师实实在在的影响信仰的时阵。在实体的，在学院当中的群体生活的这种神学的教育，彼此之间的相互的砥砺，甚至提醒，那这是非常难的。教具育的赖鸿专老师，家己捌伫台神受过老师好模范的感动。伊认为耶稣当初就是用生命在教育门徒，通过实际生活的过程引出学生，
亲像教务长张志伟老师提醒，用格罗西书保罗讲的“定军受起做”来面对世代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不同的风向，不至于飘来飘去？那就是这个经文讲的，在基督里，在根基里，在教会里，神学教育跟教会是何等的紧密的这样的彼此依靠。大神8年前通过政府立案设立研究所以后，培养牧师、传教者、教会引导服侍者以及灵性咨商的专业人才，希望加做教会的根基甲力量。服侍的心有时候会是软弱，因为会遇到更多的对别人对我们的攻击。可是他如果知道说他服侍是这群人，是为了下一代的人的时候，或许这个坚持才会走下去。为着后一代就会当坚持。老师拢真重视信仰根基的起造，这也是梁月美老师当初决定要进入神学教育的原因。伊认为这是上值得抛头颅洒热血、奉献信仰的代志。对我来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帮助人找到他在上帝国的拼图里面他在哪里，然后怎么样帮助他建立一种不管世界怎么动摇我，我就是要走这条，我就是要回应上帝的呼召。满我用我充满我，这是今年开学礼拜中大神的老师甲主管做伙献诗的决志。因设立教育的目标是敬虔、知识甲宣教，毋但磨练家己甲学生，也是为着台湾的教会。今年度大神的经常费是6925万，要用伫师资的培养、教室甲宿舍的整修。远距教学、奖助学金、甲图书馆的设备甲册。阮需要较侪人的关心，就是你的关心来到各方面来支持这个神学的教育，也是支持上帝听台湾互福音伫这个时代会通代代相传，用听来三组织，会通结出较侪这个的关系。望伫即块土地讲出福音的故事，宣扬上帝的恩典。过去150多年的大神，有接受呼召的学生，有愿意研究教导的老师，以及侪关心、奉献甲支持。到即马，甲未来，因拢会继续为台湾教会创造故事甲历史。亲爱的兄弟姊妹，毋但是因伫写历史，你也是，咱拢是。这时，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51首，圣诗551首，好打好打，认基督，咱起立吟全首。
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跌倒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甲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听。咱请简秀梅甲曾建明执事来示现。请起立。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受到你圣囝耶稣基督的救赎，阮拢诚做你的囝儿，来领受对你所来丰盛的恩典。即时，阮也奉献阮的金钱、阮的时间、阮的气力、阮的财情伫你的面前，愿诚做主所用，继续来跑走头前这个传福音的人生。会当互更加侪人来领受上帝恩典，愿主接纳祈祷，感谢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阿门。请坐。这时，咱同齐念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伫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5节。请咱同齐来念，请。总是你愿事着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者的工作，尽力做上帝采用的本分。提摩太后书第4章5节。咱阁念一摆，请。总是你愿事着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者的工作。尽力做上帝采用的本分，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5节。所以，咱来迎新报告，毋知有第一摆来咱中间的朋友无？若无，咱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伫周报的第6页。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咱阁一届感谢林博修老师。
来代表新校园来请咱更多甲报告，也请咱兄弟继续为着台湾市行业来关心奉献甲台岛。礼拜了后要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同工甲老师备办新参加。第二点，本主日是本年度的查校日，请各团体的师库甲评鉴甲校谱摕予查账员郑美珍长老。第三点，公报社的圣诞糕开始登记，然后意愿的兄弟请伫20号以前来登记。第四点，李正传弟兄所制作的红玫瑰圣诞糕，若有咱兄弟若有想讲要赠送咱的亲友，来到办公室来登记，那一个口味就是21块。第五点，更生团系的天使树活动已经开始啊，每一份是350块，嘛请咱兄弟为着这个事工来关心甲台岛。第六点，圣诞月伫咱教会还佫有联导会伫宜兰市举办的特种的圣诞活动。第一，11月25暗时6点，伫宜兰市公所的广场有圣诞点灯，要征召诗班员15名。第二点，12月初4暗时6点，伫宜兰管议会的广场嘛是要举行点灯，征召咱教会诗班员15名。第三，12月16暗时7点，伫市民之声广场要举办圣诞的音乐晚会，咱要征召10名陪弹，还佫有10名摸彩兑奖的同工。第四，12月22暗时5点，12月22拜5暗时7点，伫宜兰市区有举办咱的圣诞灯车游行，咱邀请20位兄弟来参加。第五，12月23拜6暗时7点，伫咱的教会有举办救助圣诞暗会，要征召5位陪弹的同工。第7点，请咱各团契开始备办后一季的聚会内容，而且伫12月初10以前交予办公室。具体消息的部分，第一，伫20号早时10点，伫咱教会七岁中会要召开大专部部会。林牧师要代表咱教会来参加，来接待部员，请咱带倒。第二，12月11早时9点半，七岁中会双年部伫双连教会要举办庆祝圣诞甲部员的感恩礼拜，嘛欢迎咱的兄弟参加。第三，12月23甲30，咱教会正宫长老要参加金兵营协会所办的圣诞短宣队，嘛请咱为曾长老的事工来关心台岛甲奉献。第四点，明年1月29伫圣经学院有大专圣经升学研究班，那么欢迎咱的大专生报名参加。台岛事项，请咱看本周的带导函，付出带导的代价。牧师有补充报告无？大家平安。而且就是咱头拄有讲到即个圣诞月的部分，咱安尼迄个规个咱的迄个联导会部分，对即个礼拜六就开始吼，即个礼拜六咱宜兰市是叫做安尼第一个开始，就是原底本来是伫咧市民之声，今年改做伫咧咱的即个市公所的广场。要即个圣诞的点灯，了搁过来，伫咧后日迄个搁一来是那个后礼拜一吼，12月初4是咱县政府的即个圣诞的点灯。咱期待咱的诗班的成员拢会通尽量来去参加。上主要是要透过遮个活动来，互咱遮个伫。遮个无信主的咱遮个福音朋友有机会会通看到基督徒以及透过着咱的即个点灯的遮个活动，以及咱后壁遮个包括是圣诞暗会等等遮个活动，会通互人有机会安尼来去安尼看到拢认捌主耶稣，照着咱基督徒所画出来的迄款的款式。互因嘛有机会会通来安尼，甲咱共款领受着上帝的即个救恩所以即个礼拜六请咱若会通咱拢会通好来参加伫咧即个咱的市公所的即个广场的头前以上。
咱顶周聚会奉献报告甲事项表，请咱兄弟家己过目。会计部分若有错误，请向办公室提出更正。咱搁一个补充报告，就是吕朝金弟兄为了建堂，伫义卖高丽菜，1粒50箍。若有兴趣的兄弟，会当甲干事报名来缴钱。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世界的主，愿人类为着家己的利益来过度开发，造成对环境真大的破坏。极端的气候，互阮的生活陷入真大的挑战。无论是全球的温度升悬、水灾、旱灾，也是粮食的危机，各种的传染病，拢互阮的生活哪来哪困难。求主怜悯，互阮会当停止破坏，减少灾害发生。求你怜悯疼惜阮，互阮永远会当徛起你所创造的世界。主啊，我嘛要为着世界上所有陷入你战乱当中的人民来祈祷。愿主的扶持看顾这软弱的机体，怜悯因为战争来失去家庭甲亲人的人。愿你的和平临到，停止战争。主啊，我嘛要为着阮台湾社会甲明年的总统立法委员的选举来祈祷。求你看顾台湾，互台湾人民伫明年的大选当中，会当选出真正合你心意，为着公共利益、人民的福利，尽心付出的国家领导者甲民意代表。慈悲怜悯的天父，阮感谢你设立了教会，互阮会当直接来敬拜你，高举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教会的牧者有属灵的智慧甲能力，用心引带你的羊群，搁有慈爱怜悯的心肠来养饲你的羊群。求你赐福教会长职甲同工，互因甲牧者同心合意，关怀社区，传扬福音，引人来信主，做正人的模范，利益正人。主爱天父，我嘛要为着教会中得到主医治的兄弟献尽阮的感谢。同时，我嘛为着目前辛苦白疼、心内忧闷的兄弟来向你祈求。我要特别为着黄辉弟兄、家珍姐、素贞姐、黄珠姐、美惠姐甲尤国丽弟兄来祈祷。求你用怜悯甲慈爱看顾因，用你的大宽容医治因，圣神的气力安慰因，互因会当通过病痛的痛苦，早日得到健康。求你互因有信心甲耐心，有喜乐甲活泼的心智，通过这款艰苦的日子。求你互因早日恢复勇健来敬拜你。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吟祝福的诗，圣诗18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线，请牧师祝祷，咱起立吟全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事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活水，希望有暗暝较见主的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全能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
主当阮对你领受对你来的福音，主阮就无搁再有惊吓甲平乃是对主你充满了对你来的平安。虽然检采阮领受主你的平安，阮却犹原有可能会面对侪的遮的凶恶，甲着遮的苦难的代志，伫阮的头前咧长等。但是因为阮有对主你来的平安，主你要亲自带领阮来去经历主你的大能，怎样引带带领阮来通过主你的救赎，引带阮行入一个毋若是满满对主你来的平安，阁是对你领受迄个丰盛的慈悲甲怜悯的迄款安尼大的疼痛，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内面。也恳求主帮助阮，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主阮会通搁一摆来看见阮对你所领受的，就是阮着随时来人来宣讲、来传扬主你福音，互侪人甲阮共款会通领受对主你来的救恩，会通互阮所活出迄款的生命，互侪人看见阮所结的圣神的果子，就意爱甲阮共款，也来领受对主你来迄个丰盛的恩典甲救赎。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佮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
平安，平安。